台中哪像爆出非洲猪这个病例，农业部下令全台湾禁止运送、禁止抬猪5天，也袂使用喷饲猪。新高电受开临时董事会讲，只要甲保证金和成本摕倒转来，就愿意和台北市符合以解约地上权。南韩后礼拜就要举行 APEC 峰会，北韩煞伫这个时阵发射飞弹，互外界认为是挑故意的呛声。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头起先来关心今仔日伫台中爆出哪像是非洲猪这个病例，目前这案发的猪条内底猪仔是已经全部灭掉，过来就是等病毒分析结果。农业部也宣布讲，刷落来5天，全台湾的猪仔是禁止运送、禁止抬掉，而且嘛禁止用喷来饲猪。防疫人员全副武装，甲需要预防性补塞来195只猪仔吊挂上车，猪舍必须要全面清空。这间伫台中5车饲猪场，本地是饲差不多300只，但是车閘出现死亡，受以研判是肺炎，替因投药治疗。所伫后端化剂检测的时阵，发现讲到20加起来已经是117只。动保处较紧伫20采样，过灯工的尾阿嬷检验出是非洲猪瘟特性阳性。这是我们在我们台湾本土的猪只第一次检测到病毒核酸，那个厂已经清除了。第二个，全国的禁运进宰5天；第三个，禁止厨余养猪。接下来的5天是非常关键的。防毒疫情扩散，农业部宣布全国禁运、禁抬5天，禁止用喷来饲猪。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规定，本土首发案例爱到病毒的分离才会当确诊。兽医所表示讲，确底嘛需要4天，较长爱是1天。初步研判病毒拄有定组的现象，和越南的病毒真相共。相似度是比较像越南的第1跟第2型的重组株。专家强调讲，这病毒不是人畜共通的，对人无影响，但是对猪只的威胁真大，因为伊的病毒量真大，嘛会当存活真久。呼吁猪农千万莫惊吓，乌白煮疫苗，即马国开确实做好消毒，才生物安全的工作。感染到非洲猪瘟的猪只，它的血液1cc就有10的9次方的非洲猪瘟的活的病毒。血液如果在野外腐败之后，它可以活15个礼拜。疫苗是没有办法抵抗这个重组病毒的。另外，猪饲啊，采购无法度交易，农业部讲会甲冷冻猪肉提出来供应无问题。都有库存1个月的使用量，应该是可以足够供应目前的需求。目前技术案例场4公里啊3公里的猪仔场，一个停饲，一个是管制，拢无正常的死亡。防疫单位嘛，针对捌出入案场的车来开始疫调。对即马开始，台中市雄雄死亡的猪仔，敢若会当伫咧当地分化，袂当外送去其他的县市。针对出口猪肉，伫咧厘清疫情进程，农业部表示讲，即马敢若会自主处理，袂去出口。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今年才互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证做亚洲唯一3大猪病非疫区的国家。咱的政府会遮尔拍拼伫咧边境防疫，就是因为咱伫咧1997年的4月爆发口蹄疫，苏当时是杀385万只猪，损失大约是1700亿，甚至是去互人列作口蹄疫的疫区，一直到2020年才总算成做非疫区。即届今仔日爆出来非洲猪瘟，恐惊是搁较大恶梦。讲到非洲猪瘟，伊是互 WHO 定义做上有破坏性的猪仔病之一。为虾米呢？因为这猪仔一旦感染到这非洲猪瘟了后，是100%瘟死，而且佫会透过接触来传染病毒。上惨的是，目前也无药物甲疫苗会当对抗。若阵咱台湾真是确诊到非洲猪瘟，安尼就会大规模的来抬猪，造成猪肉供应断暂。短期内这计销是会崩盘，因为长期来看，这量变少，猪肉产品定就是会起价，恐惊会冲击到相关的产业。道专家有估讲，这损失可能是会到2000亿。这里是新北市的肉品市场，可以看到门口已经挂上红色牌子，要求非相关人员禁止进入。那么呢，所有的活猪呢，今天也是只进不出，要屠宰完才能送出来。那么肉品市场表示呢，从明天开始呢，休市5天。车驶入新北肉品市场，拢爱消毒，记者是袂当进入。往内底看，会当看到还未进场拍卖活猪。肉品市场表示，离进猪量1855只，其实比平常少400-500只，预计当日会当完成屠宰。刷落来休市5日期间要大消毒，也强调这几年来感测无管猪仔还是屠宰肉品都是安全的。
派驻的兽医师检查人员逐支检查，那检查完合格的都有盖这个合格印。休市5日禁台禁运，农业部挂保证库存无问题。虽然释出冷冻库存，也毋过国内未少传统小食单，强调在地甲新鲜，用的是现台温体低，中华白空鸭吧的单啊一直讲未受欢迎。措手不及啊，因为不知道怎么营业啊，就等于是要强迫员工去放无薪假了。先抽一挂吧，先炖起来。也来不及哦，冷冻出肉没有我们要的。礼拜3呢。有名的阿全控肉饭也表示库存无够强，行休困。阿种肉丸店头家也讲无肉就爱休困，禁人进度点，人客有的想无，有的人听懂防疫措施。不能让它的出温过大，这么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考量，那这样对。不是都有在涨吗？怎么在超过了？伫家己猪肉贩仔也表示真受冲击。这个干咩啊？无法度啊，无奈呀，无要安怎，伊这临时决定的呀。就用别的地方别的东西替代就好。严守7年边境，想要将非洲猪只病毒阻挡伫境外，也毋过伫台中市验出本土头一个非洲猪只核酸阳性病例，互防线直接受挑战。中央要透过5日禁台禁运，阻断传播链，还有猪肉小卖甲餐饮业煞首先受影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大雨直直落，这代替冷卡车头附近是有100多米的铁基路落基流去。另外，阳明山嘛是有土石放落来，加在无造成伤亡。也即届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这北部甲东部雨落无歇。不过，这刷落来就是光复节连假。为拜四开始，这新竹、以北、宜兰，佮有花莲雨势较大，一直到拜六东北风减弱了后，水气嘛变较少。不过到礼拜，这东北季风是又搁变强啊。虽然水气是有略减少，也毋过这方面也是要注意落大雨的情形。也即几天因为天气变化较大，所以台湾早暗拢会感觉较凉冷。铁基路边仔的边部光秃秃，大片土石捅出来。向前详细看，规条铁基路下面土石会当讲消失。铁基路挂伫半空中，边仔的路面围篱也规个冲海。夹片周边发生伫代替边溪线领卡车站附近。代替宜兰干部处经管甲专家，伫2日下昼紧急去现场会勘，受到电子大水雨影响，代替边溪线。为20日停驶到呾，想要到2日，代替人员巡查，搁较发现铁基路下面边部处大约30公尺，路基流失100公尺。看研究看怎么来复救，那这个部分要等天气好了才能够动。另外，北市阳明山江山路101巷发生大片土石崩起，有民众赛车受阻碍，搁较有人当下伫山坡顶看到大片沙石连落来，一台小货车和土石流冲甲沙围，加甲被害。大雨也予宜兰五溪乡52驾驶地最淹过道路，货车真细2礼驶，民众也寸步难行。会啊，你安尼过一直都南米路含厝的拢入去啊。宜兰金匠村大众一路雨水下白湖路边水沟全满，规个路边拢淹水到骹半的悬度，路桥下面尤其封锁线。都是这车调着，才甲封起来啊。安尼吼，行车安全啊。当初和清水公园更加是水差1点仔淹伫建筑物内底，就连水冲捌水啊，因为游客无法度行到最近的所在，先化暂停，好不少人真白行。昨天开始累积到今天的一个降雨的话，其实在台北的一个山区已经是将近900毫米哦。那甚至如果是从20号开始累积的话，整体的一个雨量最多就是在台北市跟新北市山区都已经有超过1000毫米的一个累积雨量。气象署分析，拜三暗到拜四，东边低压继续往南刷，要注意花莲一带水汽可能发生局部大雨，一直到拜四暗到拜5透早开始，北部落雨会出现减少的趋势，相关防灾务必也是要当疏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大雨落袂离，这新北石子的山区发生土石流，伫长春路和北联路拢有部分的路段地基流失，一般的车路伫当中塌落去，因为伫咧空灵街有土石放落来，甲车路顶掉咧，现场已经封路，等咧抢修。通往老爷山庄的这条道路路面塌陷，地基流失，出现一大片的缺口，甚至摊方的大量土石更冲刷到下方道路，阻碍通行。规个社路的土石土梅，加在地社区主要连外路塌掉咧，大范围放落灾害，也予中清路部分路段一半路面差不多拢漏了了。新北市17山区灾情是一波算一波，当地住户对外交通更加一度中断。
本来2条路，一条土石崩落，就是现在在清的，3天清不下来了。另外一条路呢，是因为有路树倒塌，淹水淹的高度大概60到80公分。受到大雨侵袭，树仔倒去，淹水土石流灾情不断，相关路基落空。8连路3段也发生大面积土石崩落，道路一边拢崩落去，现场用防水伞又起来改变。那山谷灾情，并对状况也未少。10年都没有坍方过，上面本来有一个凉亭哈，全部都坍下来，谁知道这样子？规涂骹四界拢染土霉，但机械继续伫清理。可能过这个冻土壁崩落，土石冲到大路顶面2户徛家，强要出来啊！离边坡无到2公尺，场面是真惊险。事后已经赶紧疏散，不过现场部分车都封起来，上下班时阵有未少车，造成交通是大拍夹。混凝土块铺设完毕，帆布把它铺设完成，大约预计在晚上，我们希望能够恢复双向通行。我们初步评估是没有影响。好，那不过我们后续还要再做一个相关的确认，那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才会让住户再回去。受大雨影响，17至少至少36件的灾情通报，统计到2日下晡2点，新北市全部灾情有201件，尤其是以树仔倒去、土石崩落，也个淹水时占前3名。记者综合报道。回答总部的土地有新的进展啊！新高人寿今仔日透早临时召开董事会，决定若是台北市府愿意退还因已经付出的成本，安尼就愿意合意解除地上权的契约。那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咧暗头仔嘛已经回应，伊讲会赶紧去函新高人寿桥。回答台湾总部有意进驻北市区 T17、T18基地，不过台北市政府甲新光人寿含伫地上权契约前期一直无法度达成共识，即马出现转机。首先欢迎魏宝生董事长。新秀伫临时召开董事会，做出重大决议，表示主动化解死局，以国家公益为先，授权董事长为保障伫北市府东引海河新秀已经支付成本的前提之下，甲北市府合意解约，互回答进驻。包括我们的成本，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容许我把金额的部分先有所保留。律师也认同我们这样的看法，好，认为说我们这个时候来终止这个契约，对公司不会有这个背信之疑。为保证5万回答会当顺利落地，对外界积极承受有道理甲补偿问题，是强调袂向北市府请求未来损失的补偿。那北市府提供补偿金会捐出来做公益，新秀提出的善意，表态愿意甲北市府讲分手。台北市长蒋万安暗时出面回应，向新秀表达多谢，让他们知道目前我们盘点的各项适合的土地好的情形是如何，让他掌握。那接下来，因为新售今天傍晚在召开记者会，那他提到的几点，我想我们当然接下来很愿意尽快坐下来和新售谈合意解约的细节。他们付出去那一些设计的成本到底是多少？那这一个可能还要坐下来再来这个协商。针对新秀要求下的成本金额，李书川表示需要双方坐落来讲。另外，北市府顶日已经将备案交予回答。除了 T10上南野区，也有真侪无建工的土地，传出是新竹美段43地区，目前是学校用地，所有权人是台北市教育局。回答最后会点伫倒位各界继续关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南韩后礼拜就要举行 APEC 峰会，北韩煞伫即个时阵发射飞弹，互人认为是咧起无空。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嘛，因为即件代志改变行程，去了解相关的报告。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出，2日早起8点10分，侦测到几啊粒敢若亲像地顶的弹道飞弹，对平壤南部的黄海北道中和郡发射，向东北飞大约350公里，落伫内陆地区临时海上。幸好即阵也伫咧分析。这是南韩总统李在明6月上任以来，北韩头一摆进行这类的试射。时机是美国总统川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多国领袖到南韩庆州参加 APEC 峰会，敢若剩1礼拜时间。专家分析，北韩安尼做是要互人关注到北韩。川普有加2来到南韩，已经讲今年来希望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再会面。北韩官方媒体是讲，金正恩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前提是美国必须要放弃要求平壤非核化这个梦想。
包含这个月早前阅兵时也展示因家己讲上强大，打击范围无边际新型黑青20型洲际弹道飞弹。也伫日本度假动算首相的高市早苗也与北韩的试射飞弹改变行程，提早到官舍来听取幹部。関係機関から被害報告などの情報も確認をされていません。しかし高市内閣といたしましては国民の皆様の安全に万全を期すためにただいま防衛大臣また外務大臣に引き続きこの必要な情報の収集分析を行うよう。高市早苗讲，无发现任何的飞弹进入日本领海，也是专属的经济海域。未来继续甲韩美两国密切沟通，并且共享及时飞弹有经资讯。也讲外交上希望尽紧甲美国总统川普及各国领导人建立信任关系。国际新闻是会长编译。过来看两件抗议的代志。爱尔兰伫一个庇护者因为涉嫌性侵10岁查某囡仔，引起民众示威，要求政府把所有的庇护者拢总赶出去。另外，美国 ICE 向到纽约的唐人街，讲要查犯的身份，甚至暴力压制，这逮捕行动嘛是影响民众批评。上千个爱尔兰的民众伫首都都柏林一间专门安置庇护者的旅馆外口的抗议，因的国旗也爱尔兰人的命嘛是命的标语，要求政府把这寻求庇护者赶出去。因为伫内面有一个庇护者，伊是涉嫌对一个10岁查某囡仔性侵害，而且已经被起诉。政府武装的镇暴警察喷番茄仔水驱逐示威的民众，民众是对警察来弹管仔就地含烟火。伫激烈的冲突内面，一台警察车轰放火烧起，一只警用直升机互雷射攻照到，阁有一个警察受伤，有6个示威者被逮捕。另外一场和移民有关系的抗议是发生在美国的纽约。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联合几下的联邦执法部门，以打击销售假名牌做行动的目的，就在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将这做生意的伫咧逃走的时阵跋倒。执法人员是趁机会甲因压制伫咧涂骹，这么高调、这么粗鲁的猎捕行动，互看到的人是真不满。大声的爱惜人员是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执法人员是提出警察棍仔和恐怖盾牌和民众对峙。而且嘛，甲因压制伫路边，互现场的情势是搁较紧张、搁较乱。ICE is trying to kidnap our neighbors off the streets. That's Walker and Carroll. I was standing in a crosswalk. We cannot stand as New Yorkers for this to happen. 根据了解，至少有5个伫遐菜档的，互警方带走，至少一个抗议的民众被逮捕。纽约警察局是强调讲，这摆是爱死者联邦机构主导的行动，因并无参与。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原本是打算要甲罗西亚总统普丁见面来讨论俄乌停战的代志，不过 Trump 却伫2日表示讲，这会谈已经取消，因为伊无想要浪费时间。另外，这欧洲甲乌克兰嘛，当咧制定和平方案，希望罗西亚会当接受促成停火。美国总统川普2日伫咧白宫和记者问讲，为什么要暂停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伫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会谈？川普讲，伊无想要浪费时间。No, I don't want to have a wasted meeting. I don't want to have a waste of time. So I'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did all of these great deals, great peace deals. They're all peace deals. Agreements, solid agreements, every one of them. But 为了要推上俄和谈，川普8月甲普京伫阿拉斯加见面，ยัง阁无重大突破。川普最近阁宣布，计划要甲普京伫匈牙利布达佩斯见面，希望会当结束俄战争。美国国务卿鲁比欧20为这件代志，甲罗西亚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ยัง阁电话讲线，见面的计划就喊停。BBC 报道，罗西亚要求伤多，和美国认为川普无法度伫咧布达佩斯达成协议。ยัง阁川普2日强调，无放去做中人，会赶紧公布美国政府的做法。you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But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on that front, on the war front with Ukraine and Russia. And we'll be notifying you over the next 2 days as to what we're doing. Did you hear something?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Did you hear something from the Kremlin? 川普顶礼拜伫咧白宫，搁再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川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政府飞弹，并且伫会后讲，希望2个国家会当原地停战。
真侪媒体报道，川普伫咧会谈的时阵，一直对泽伦斯基施加压力，要求乌克兰放弃小长期的土地。现场气氛无啥好。拉夫罗夫日是强调，要互罗西亚甲乌克兰达成永久和平的条件，一直拢无变过。包括乌克兰袂当有核子武器，袂使加入北约，北约也会承诺停止向东边扩张，而且互伫乌克兰讲罗西亚为民众完善的保护。另外，欧洲几落个国家正甲乌克兰合作制定一项12点的提案，希望罗西亚沿着即卖的战线停火。根据提案的内容，若是罗西亚甲乌克兰同意停火，并且答应停止向前线国推杀，所有被强制转移的乌克兰的囡仔将会转去乌克兰。双方交换战俘，因为乌克兰也会得到安全保护加中间的资金，加速加入欧盟。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大象老年黄斑病是造成侪岁人目睭看无的主要原因之一。英国上新的医学研究就显示，甲一种比头毛搁较薄的微晶片带入去视网膜，搁透过电脑去处理了后，这百姓的试验者拢会当恢复阅读的能力。70岁希拉尔文得到地理萎缩症，属于严重的大象老年黄斑病。视网膜细胞流失30多年来，伊视力中央区域是一丘乌，加上视野视区位变得愈来愈无清楚，行伫室外，都连上大的街路指标，伊拢无法度看清楚。My worst day was I sent my driving license back. So I was at a scooter, a motorbike, and a car always, and I cried all day long that day. And then I said, no more. Now move on and get on with things. 伊甲4个为同款病症所苦的患者参加伦敦莫菲尔德眼科病院视网膜微晶片 Polymer 实日的临床实验，研究人员将加州生物科技科学公司生产大细只有2平方公里，比头毛还佫较薄的 Polymer 微晶片，实日患者中央视网膜下面手术了后，佫搭配内镜两眼镜头的目镜，加一台特地啊大细的电脑处理器，目镜两眼镜头翕的影像会转做光电信号刺激视网膜内层细胞，佮经过视网膜神经在细胞传到视神经，最后传到大脑皮层的视觉中枢，患者就会当看到影像啊。Images reach the chip images then go back to the glasses, the images are refined and enhanced, and then they go back to the chip, processed through the remaining retina, the inner part, travel down the optic nerve up to the brain. So essentially, when the patient puts on the glasses, this instantly all happens. 这项临床试验伫欧洲5个国家进行，有38个地理萎缩症患者摄入微晶片，其中27个人的中央区域视力拢恢复阅读能力，会当伫标准视力图上读5项文字，是目前国际间共类型研究的一大进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陆续有研究证实，讲这音乐会当有止疼的效果。若是听介意的音乐，就会当互人较袂去注意到疼的感觉。所以愈来愈侪医疗院所是用音乐来帮助病人放轻松。伫咧病房内面听到吉他的声音，消毒药水的气味，敢若是变较薄，病顶的医疗器材也敢若有温度。My main job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 patient actually recovers from anesthesia. 罗德伫病房内面的机器头，除了温度计甲听诊器，也佫有吉他甲乌克丽丽。That for me. Including the changes that you see on the monitor about the patient's heart rate and blood pressure, and the fact that okay, their breathing is also slowing down. Actually, those are the physiological signs that tells me that this type of therapy is working. Your dreams must never die. You have come. 自从亲目睭见证音乐降低指数的魔力了后，萨拉塞就成做病房的小歌王，自英文歌、西班牙民谣、电影配乐，甚至古典乐曲，随在朋友点歌。I was expecting a typical nurse that just comes in and do his or her job, and that's it. And Rod came in here with a whole different attitude and atmosphere. It kind of stunned me a little bit, but it actually
helped me not think about the pain, but more focus on how to recover. You can make it back. 在过去20年，学界对音乐止痛的效果做过真侪研究。听音乐会当降低痛的感觉，增加耐痛的程度。虽然无法度完全拢袂痛，不过对大脑神经网络的刺激会当诱发镇痛的作用。不过爱专心听，唔是当作背景音乐。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